亲像恁在卖鱼啊吼，咱一尾鱼啊吼，对这海里家鼓起来、掠起来了后，到咱的饭桌顶，才爱有偌济人家伊摸过。哦，足济哦！你像一开始伊渔船啊来，头一个就爱港口的大盘先收，佮先拍卖，甲分去城市的大盘、中盘，啊，佮像阮这种贩啊，啊开始卖。你看安尼5、6成安尼，直用落啊，啊，佮有一寡卖冰的，吼，啊，一寡卖其他的，啊，佮甚至讲大料鱼啊，迄鱼肚，吼，嘛有人去收来创啥？去做肥料，嘛是有人做。啊，像这特别的产业链，其实大家拢无在讲，啊，大家拢无在重视这个物件。啊，但真趣味，这一城一城的物件内底，拢有一寡零情甲细膏伫内底，啊，足趣味的。我感觉这是台湾足水的所在，渔业里面很漂亮的地方是伫遮，大家拢无去观察这的细节这样子。对啊，所以其实像比如讲，你拄嘛讲着嘛，就讲毛人是敢若伫比如讲卖玻璃拢，啊做饼角的，吼啊包含就是讲，迄个鱼仔的担头，毋是有诶拢用迄敢若迄青青叶啊，大地是啥物叶啊？迄个荷叶啊，啊无就是迄芭蕉叶啊，是啥拢有。迄敢若台湾敢若北部较有呢。嘿，中部其实看无啥迄种用叶啊伫遐装鱼仔的。对，所以鱼仔拢会放喺迄个顶头嘛，所以当然嘛是爱有人就是处理这个物件。迄有人在卖啊，有人伫咧卖。其实真无讲真咱毋知讲其实。这个物件，讲哦，我去大头就应该爱有这个物件，但事实上毋是遐尔简单，伊就出现。对，要么顺手来请教就是咱的教授就是讲，咱台湾这个所在哦，像我嘛平时捌行过迄个人迄鱼仔市，迄大挂，当然迄是大挂，大挂真正无咧插阮遮线尾遮观光客，所以当然你看因足无用的吼，我看因讲吼，因拢一直用喙底下念足紧的吼，包含真侪影片拢有翕到，念足紧啊，因是拢伫咧。念啥哈？其实伊讲的都是介绍。哦，对啊，因为伊拍卖的时阵，都是伊会讲一个介绍，比如讲300是基本的基础啦。所以伊都看下骹的人，若是有人，比如讲你即摆来看我，伊即摆点头，安尼都是你愿，这介绍你都会使接受啊。所以我都32，都加20块，伊差不多拢。10块安尼起啦，所以但是有时阵足紧的，所以都20、30、50、60、400，伊都直接跳400。但是足侪观光客可能唔知影，伊听到400块，还是听到60块足俗的，伊就举手啊。我卖伊台都卖互伊啊。但是伊讲的是伊的单价啦，唔是讲一台都是。400块，伊讲的是1斤，还是1公斤，还是一台斤，还是1/4斤？因为伫每一个渔港还是市场，迄是无共款的，对吧？伊都常常会发生一些误会。哦，呀，安尼亲像比如讲你是迄个画布的人，啊，我是迄个要买迄个，比如讲中盘好啊啦吼，啊，阮是用什么款的方式，互你知影讲我要买？每一个人无共款。对啊，有的是目睭安尼眯一个，啊有的是手安尼闭一个，啊有的是安尼因为足侪人食薰，而且迄度有一个特殊的手势，因为因每一个人安尼做，主要是讲不要破坏感情啊，因为定定。对啦，每一个人，逐工拢伫这个市场走跳啦，所以伊都生意要做，但是友情嘛是爱讲。生意爱做啊，这友情嘛爱讲。对啊，哦。